主后2024年3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路上军队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。耶稣甲伊个门徒来到耶利哥，因甲一大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个时，有一个失明的乞食底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。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对遐过，就喊：大逼个囝耶稣，可怜我！真侪人甲伊责备，叫伊恬恬，毋过伊若大声喊：大逼个囝，怜悯我！耶稣停脚讲，叫伊来，因就去叫迄个盲人，甲伊讲：安心，起来，伊在叫你。盲人将外衫掀掉，跳起来，来到耶稣遐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盲人应讲：拉波尼，我爱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转去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。盲人随时阁未看见，就跪倒缀耶稣。伫路上军队主。1980年代，笔者就读国小，迄个时阵放学爱排路队，伫要转去厝呢的路呢，沿途甲同学欢喜佚佗，也是去点仔互有钱的同学请食四手仔，真正非常快乐。做囡仔时期，阮兜并无偌好过日，无啥物物质的享受，总是老爸带我甲兄哥阿姊去看电影的记忆，到呾互我印象深刻。倒落时对厝呢到电影院，大概爱行40分钟。一路上，我一直欢喜甲缀老爸会若行会若跳。每一个人的一生，拢有无共的路爱行，行入啥物款的路会互你欢喜甲着跳咧？马可福音第10章52节，中文和合本2010年版的翻译是：耶稣对伊讲：你去，你的信救你。失明的人随时看袂到，倒伫路上跟缀耶稣。耶稣互失明的乞食巴底麦的视力恢复。这是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最后一遍施行医治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引出感动人的高潮，指出福音书的目的，咱应当伫路上跟缀耶稣。我的老爸70岁以后，带着直肠癌、皮肤癌和淋巴肿瘤，对破病期间到病主了后，伊用重症患者的身份，和一寡基督徒医护人员组成关怀小组，每周固定伫病院关怀罹患癌症的朋友。伊总是喜乐用癌症患者的身份对朋友讲：我是一个得着癌症的人，恁看我，信耶稣真好，真正有平安。我的老爸伫人生路上安安跟缀主，伫病院安慰病人，传福音。袂少人对伊破重病还会当服务人，感觉真不可思议。我看过阮老爸伫病房痛楚苦难的行，毋过伊并无因为安尼忧愁，反倒因为甲主相合行，充满活力。我互伊勇敢乐活的态度深深感动。美国社会改革家、人权运动领袖马丁·路瑟·金牧师，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。伊的非暴力抗争的信念，主要是定根伫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对门徒的教示：人若设立正平的喙皮，连倒边嘛活互伊信。就听恁的对敌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。以及马太福音26章52节，耶稣伫
受了诶时，还对门徒讲：刀收起来，因为举刀诶，拢会死伫刀下。肯牧师主张用非暴力诶公民抗争，争取非洲美国人基本诶权利。罗马也诚侪美国民主自由进步诶象征。这是肯牧师伫路上军队耶稣诶加冕卡中。基督徒是做得到赦免并得到医治耶稣诶军队者。万咱也亲像巴底买共款，迄落无火伫路上军队耶稣。默想对今仔日诶经文省思，我有伫路上军队耶稣无？我身边有倒一寡军队耶稣诶信仰典范，我通对因学习到甚物？对今仔日诶经文省思，我有伫路上军队耶稣无？我身边有倒一寡军队耶稣诶信仰典范，我通对因学习到甚物？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诶慈爱，通过耶稣基督诶救恩，互我会当行伫军队耶稣诶路上，求圣神坚固我诶信心，互我伫即条路上喜乐无火行落去。奉主诶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